所以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，讲到中国国防部部长李尚福已经消息2礼拜了。英国的《金融时报》引用美国官员的消息，这美国政府是认为讲，这李尚福已经向西透露，而且当咧接受调查。对真公告李尚福一直有大官消息，引起国际议论。有学者是认为讲，李尚福真有可能是因为借钱的关系，这拢无出现啊。 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已经超过2礼拜无公开出来。路透社报道，伊原本是9月初7、初8要和越南的国防部门官员见面，但北京临时通知讲，伊因为健康的原因无法度参加。英国《金融时报》是因美国官员的消息讲，美国政府认为李尚福已经被解职，而且当在接受调查。秉持共同、综合、合作、可持续的 安全观。李尚福上尾一摆现身是8月19伫北京的中非安全论坛。伊今年65岁，3月才拄逢提名做国防部长，和前外长真公共款，拢是中国5个国务委员之一，级数是比部会首长搁较悬。但是忽然间无消无息，互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是发文口说讲，习近平的内阁就敢若是推理小说，一个拢无留落来，先是真讲无去。过来是火箭军的高层，即马阁是李尚福，嘛推出李尚福可能互关伫厝内。 正在经过各媒体分析，李尚福是因为涉嫌贪污和严重危机，才会互创甲无去，嘛代表中国在正式高官。贪腐的指控是有点可能。装备发展部要调查从2017年10月以前任何的有关的招标案，刚好 就是李尚福在任装备发展部部长的时期，会影响到习近平自己对任命高级官员的信心。更严重就是说， 中国的体制是不是本身就是高度贪腐的？因为李尚福被美国制裁，和中方一直用这做理由，拒绝安排2国的防长会面。即么李尚福有可能被烧掉，但是学者嘛无认为讲，安尼会和美中两军的关系改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